种死法太离奇了。非常可以理解西维亚。很显然，虽然逻辑不尽完善，但是兰伯特警官已经发现了整起案件的脉络。然而，这并非他脑容量所能承受的。可是他死了，这也很正常，就像是孵化太多王虫的时候，显示卡烧掉一样的道理。那么，在进一步推论之前，我们势必将兰伯特警官的逻辑缺陷补上才行。可以请管家先生解释一下您当天晚上的行动吗？如果总钥匙曾经离开你的身边，也请一并说明。我了解了。当天晚上，钥匙并没有离开我的身边，直到晚上10点，书房发生巨响之后，我和老爷到书房查看。查看完毕之后，我就回到了别馆休息，直到隔天早餐之前都没有离开过别馆。这点，其他仆人能帮我作证。暴发户先生听见巨响是晚上10点钟左右。正是。那么早餐时间呢？早上9点。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管家先生，一切正如我所预料。这么说，你已经看出端倪了。没错，各位，这是一起密室窃盗事件。布莱菲果然高明，很荣幸能听见这番推理。这么说，你也破解了密室的手法了？完全正确。兰伯特警官未能解答的谜题，就由我斯特林侯爵、戴克提夫家族的普莱菲来解答。如各位所见，如果这里真是密室，那么根据奥坎剃刀的解释方法，最合理而简单的解释就是：你就是凶手，雅克先生。哼。杰，你的推理有严重的缺陷，普莱菲先生。当我离开房间时，画还在墙上，而之后房间就上了锁。这点，管家诺尔文可以作证。原来如此，西维亚，把那个给我。可是，苏联制造，克拉斯尼可夫步枪，1947年。管家先生，你在昨天晚上锁门之前有看到那幅画吗？这，看来没有人可以帮你作证，雅克先生。哼，无能的雇佣劳工。这起案件已经出现第2个死者了，看来有些棘手，但是还难不倒我。但是只要你还没有解开密室的手法，这个房间就仍然是密室。是的，委托人就是犯人，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。各位，这是一起密室诈欺案件。什么意思？我从来没有听过诈欺还可以有密室的。不，这非常容易理解，这是最近惯用的手法，像是密室公然猥亵、密室妨害风化以及密室偷窃等等。不论如何，你还是没有解开密室之谜，普莱菲先生。正好相反，你还没搞懂吗？什么？这是所谓的假两难，是密室案件就无法解决，然而没有密室案件便不成立。既然是诈欺，这间房间从一开始就不是密室，对吧，雅克？怎么可能？你这种小智商！要不然你说说看，这间房间是密室吗？这没品的笑声是……这个东西也没有用啊！布莱菲果高明，这次是我输了。就写个10亿元吧，毕竟联动在搞的英国几乎完蛋，10亿元也还合理。西维亚，都准备好了吗？
You turn out to be a murderer。编剧错了吗？没有。编剧错了吗？没有。难道编剧错了吗？没有。难道编剧错了吗？打！